每年9月1日，当到伫北方穿台了，为下南高档的候鸟，就要开始飞来到台湾。这里下有继续下南的那种高金鸟，留下来高档，满眼长这位那种冻候鸟。其中有一类的鸟，专门为先伫海笋或是好巴湿地内来固性，数量非常多。下巴很早咧看到几台青，伫天内下老天堂飞来飞去，伫天下来就当无限金行顶到水，抽到南来度来侵蚀。还认为掠一类的鸟专门伫南来度落实，所以记条的水到脚台体配合冲掉。虽然各种的体色、老模式、老模强壮，不过各种看起来又差不多。掠一类的鸟，伫本类学来讲，算是入口，种类非常多，全世界总共有94种，伫台湾出现过的有46种。其中有一类专门学伫湿地南奶当生发的，就含起南奶鸟。从两种航路的时节当生起，事物会惊扰。和两种的脚因为当冲，所以就好伫今年水的染天到湿地当被侵蚀。两种的南奶鸟和贴片，无学南奶，电到好伫海笋石条当被现石骨来侵蚀。另一种的南奶鸟就好结圈，最好地就染水的蔬菜侵蚀，所以要见的海笋的流水来来去去。另外，两类的水全部油葱油切，其特色就背拢的毛像龟壳，所以按照龟背钓。和两类呢，不但像水非常葱，水毒和狗，所以就按照狗嘴钓。其中两种的狗嘴鸟，好单因动脉侵蚀；和两种呢，就从头日来就几台青。当然，没有条还古怪，像两种，因为这条专门经秋水、经日欠呢，好多水钓都会风冲来食，所以就含这条日欠钓。像两类的南奶鸟。不但像种类当多，体色也长当多。有条动态，像狗嘴鸟，就到也要差不多态。没有条像不染鸟，安丢杂的。记条定日天时的翻出去，台体全部伫西北利亚都被极欠，加只气温能穿台。了后到秋天时，就下南到全世界，一条让天时和稍暖的海笋天气来过冬。包含安利的台湾，和等到春天时开始西南风，记得因为转北到西伯利亚是轻盼继续穿台，一年又一年。记得是全球性的调，全世界不管到哪只蔬菜，台体全看得到记得。所以安利做来讲，几只地球全系记得的无限。